大家好啊，又係我 Grayson 啊！嗱，好耐冇見啦。近排咧二手市場咧交投咧非常活躍喎，咁所以我咧就即刻帶大家去睇筍盤。有啲咩筍盤咧？嗱，我哋依家喺長沙灣喜盈一個2房單位，嗱，呢個實用面積518尺。嗱，聽到咁大面積，係咪都覺得好驚喜、好中意咧？嗱，我哋轉頭睇埋裡面內籠，睇下覺得點樣，包你個筍。大家望下個廚房幾大，配備咗一個 L 字形嘅工作台喎，咁大家煮飯嘅時候亦都非常鬆動咗。而喺側邊仲有個工作平台添，如果有啲雜物咧都可以放埋喺出面，非常實用㗎。哇！個廁所真係正喎，有咩正法？過嚟望下，過嚟望下，有窗啊！當你想抽濕或者風乾嘅時候，你可以開窗又得，用上面抽濕寶又得。你望下主人房個窗台幾闊幾深啊！如果將床咧放埋上去嘅話啦，咁個空間咧非常足夠嘅喎，你絕對可以放埋衣櫃啦、梳妝台或者書台添。大家睇完覺得點樣咧？呢個單位間隔四正，亦都非常實用嘅喎，而且配備埋一個大嘅緊廚，仲要係名廁添，係咪好興奮、好中意咧？嗱，有興趣嘅記得 call 我啦，下次我哋再見啦，拜拜。